南投高雄北門高中的學生在國際奧林匹克機器人比賽，展示 AI 人工智慧，佮結合在地文化，是受到肯定奪下冠軍。12月要代表咱台灣去美國參加世界比賽。南投北門高中的學生操作機器人，不但失手，嘛摕到今年的 WRO 機器人大賽的冠軍。學生講為着比賽，歇寒歇熱攏咧練習，嘛甲機器人結合着國姓鄉特有的搶成功的活動。我們這其實是在模擬強能工的推船競賽。第二關的那個人在奔跑的樣子，我們為了把它呈現出來，我們花了很多的時間來想。暑假的時候，然後都沒有放假，然後都來學校練習。然後在這裡面也學到了團隊合作。校長講，這屆是甲 AI 人工智慧、韓國姓鄉的搶成功文化來結合，以機器人拄着文化主題來去參加比賽。指導老師講，這些學生攏是一個伊較開始接受着電腦程序，閣有機器人相關的課程，會當摕到冠軍，是平常時18分的成果。我們是以在地的文化、搶成功的文化，把搶成功文化介紹給評審，他可以走自身的周遭的經驗分享，還有如何發揚自己的家鄉的部分，所以我們需要用機器的自動化的技術，將它變得更有趣、更有生活化。透過南投縣政府教育處已經有部分的挹注經費，但是因為整個轉機跟時長很遠所以經費整個非常龐大，讓孩子能夠偏鄉的孩子到世界去圓夢，也讓世界看見台灣跟南投縣。學校表示，這個成績證明着偏鄉的囡仔有創新的技術和能力，透過比賽嘛，讓偏鄉的囡仔建立着自信心。接落來12月，因嘛要代表台灣參加波多黎各世界的比賽。未來這幾個月，學校講會加強英文的能力，嘛，這群囡仔為台灣爭取好成績。記者安彥秋南投報道。